哇，刚刚那个帮我打针的技术太好了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然后那个针进去的时候，几乎没什么感觉了。好，来深吸气，好，就这样子。打针，这个打完针我们不揉它哈，然后打完之后我把你贴起来，等一下你去休息区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再拆掉哈。好。回家我不知道，但目前为止都好像没什么异样。今天差不多有将近20个人员到这里来注射。那当然，其中教练团是比较多了啊，因为选手这段期间他还在比赛，所以我们教练团，因为我们比赛不用到我们，所以我们先来这里先注射，然后看我们的感觉怎么样，回去跟选手讲。假如说不效果都还 OK 的话，不影响到比赛的话，我想陆陆续续选手会开始接种。有该交代的那个副作都有讲得很清楚。那回去该做什么预防，那有什么状况的话，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络或是什么，他们都有跟我们提醒。那你身在台湾嘛，非常幸福嘛，所以你不觉得它的重要性嘛？你在国外有时候看到你都会吓死。像现在印度的疫情那么严重，你有时候你想要打都没得打。我想，我回去会跟选手讲了，就是说还是疫苗打起来会比较安心一点。我们要打6抢1的关系哈，那现在不打的话，因为第2剂还要隔那么久嘛，所以这个时间上一定要尽快的把它施打完。那另外一点是，明天礼拜1，那个中华职棒是没有比赛，所以我们利用今天礼拜天比完赛，下一次假如说选手要打的话，可能也会找一些就是比赛完，然后隔天没有比赛，这样那种时间点来打的话是比较适合。因为不敢保证说每个人打下去都没有反应嘛，所以一定是有人就是也有人完全没反应的，那也有人可能隔天会有一些发烧啦，还是一些身体酸痛啊什么的。那大部分我听到的都差不多1天左右，所以我们可能叫选手来打的话，可能就是隔天没有比赛，这个情况是比较适合的。刚刚有跟副座稍微聊了一下，那副座说他挂保证了，他说这个没事啊，就是打应该没关系的。我一开始会有一点担心呐，因为我怕发烧嘛。因为大家知道我前几个礼拜才发烧住院呐，所以他们说应该是没有关系的，所以就也不紧张了，就是打就是这样啊，还好。